事後唐詩詠喺2022年離開 TVB 回復自由身後，除咗演藝工作外，仲到日本學烘焙，學成歸來後，仲同3位朋友合夥以月租近8萬蚊喺銅鑼灣波斯富街嘅一個地鋪投資開設日式吐司專門店33 Cube Bread 麵包店，喺2024年10月開業，瞬間成為銅鑼灣嘅人氣排隊店。每到出爐時間，人龍仲多至橫跨幾個鋪位，並火速喺逆市連環擴張，先後喺中環同沙田開分店。不過，東周刊日前直擊麵包店位於銅鑼灣嘅旗艦店，發現熱潮明顯減退，人流寥寥可數，生意淡薄。當日，唐詩詠亦喺店鋪內，只見佢一臉愁容，心情低落，並喺店鋪出入入觀察有乜嘢可以改善嘅地方。據悉，現時麵包店每日嘅營業額只得4位數字，連基本開支都未足夠。但經歷風浪嘅唐詩詠當然唔會輕易放棄，並努力研發新產品同營銷方法，絞盡腦汁為心血生意添新機。想知道更多精彩內容，睇最新一期嘅東周刊啦。